中银行要启动新台票转票的改版，顶一回改版是24年前啊。遐若较罕用的这2000块含200块，敢会继续出现？这部分需要讨论。另外，金价因为这改版效益无悬，暂时无要改。央行也会组成这咨询委员会，改版过程会增加公民参与机制，也会来防止伪造、永续发展等等方向来做规划。已经用24年的5种新台票要改版，中银行表示必要时适时升级防伪功能，要用更较先进安全防伪特征，而且参考国际之间的发展趋势，用更较宽版原物料。金价的数量侪改版效益无悬，即摆无直接改版。一张3.5增加到1.5的话，大概是增加40%左右啦。总共花多少钱？现在都还没办法评估嘛。200跟2000年，这个流通率这么低，你们还会想要考虑再印制？各国家的那个纸钞2的流通率都不高。对。不过，但是呢，2它是一个搭配啦。央行的照定书设立咨询委员会，邀请生态科技、体育等各领域专家，也会纳入公民参加机制。有平台关心这面动向是单方国小小棒选手，后边是每回落的500块，是不是该设计？杨庆良正是因为每回落保育机制已经转变，会决定设计主题。如果说要换的话，那当然，对于过去的南网国小来说，当然会觉得非常的可惜。可是这个是属于政策性的部分。受众业者表示，新台票的设计比世界各国较无变化，使用率较悬的100块，目前是国辅导上。即卖前一版本是民国61年发行的绿色100块，同款也是国辅导上，对改版真期待。收藏它钞票的面值以外，知道它国家的历史或建筑物或什么人物的话，如果我们也有一张这种钞票，让人家辨识度很高，然后又非常欣赏、喜欢的话，我觉得这是我们的荣耀。新台票改版历史为38年开始，迄时阵详细名也是国家是伫咧。为49年开始改版做换的，加入历史的伫咧这张100块，因为头上周边有彩色图案，被叫做大花，享受受众界欢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